爱无迄个叫甲有对，无迄个是非非，无迄个无迄个计较，安尼所做出来才是真正的对。吼，利他就讲，咱去帮助人，咱去救人，咱去渡人，吼，咱去斗叫人，咱去厨房做代志，咱咧清便所，咱咧做工书，这叫做利他嘛，为着别人的，吼，爱无有我，安尼才是真正的讲。也就讲，我心中起的了，甲我做出来，总共一句就讲，你外口做出来嘛是对心中发出来，啊，你心中若掌握的好势，外口做出来有符合着你心中，啊，那安尼这叫做真正的功德，啊，这叫做真正伊有法度引你是啥？啊，这叫做伊真正有研究着真理，伊有法度通掌握的迄个你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亲情经内底咱来讲，上德不德，下德甲积德，积德之者不明道德。哦，伊讲真正一个做着德性的人，伊袂去积德功德。啊，所以讲梁武帝就是因为去积德功德，所以老祖师才家讲做功德。啊，所以讲咱咧做，咱嘛讲为着啥物人做？为着咱家己的生死了。哦，毋是为着讲哎呀，我著今仔日送要叫无来歹势，啊，我著为着啥物人做的？那安尼的话，迄个功德无法度消受伫咱的自身中来。吼，啊，那安尼咱做出来功德会足少，所以咱起个要做，好做无大，莫做迄个足少的。吼，所以来讲，心正是德，行正是功。咱的心若正，安尼才是真正的德。咱做出来，吼，咱行出来，安那才是真正的讲，吼。所以呢，老祖咱来讲，知不知相，不知知应。老年，这阿姨是那路，那考呢？现在在录了哈，好，他去上课了，快，那立正要敬礼。是前到躬，坤到躬，坐下。这个火炉啊，应该要。角度不一样。干净净好。我。时间短过，嘛真紧，那么真正的心里了一个修道的人来讲起来，嘛会使讲是非常这个效果大。因为以修道来讲起来，咱若把这个道法，其实你成就的困难，困难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。会当来体会了这个道理啊，咱会当体会了后，慢慢会当亲像讲师咧，安尼个人自己开始咧，安尼继续来修持的话，那么咱大家要当根本方法，其实是足简单的代志，嘛莫用这个修道咧来当做敢若足困难，嘛来当做足无味啦，因为确实要互咱成就的。当然，咱讲爱好好用心，要安怎会当去接受到这个物件，那么来了解家己，改变家己，这正是咱修道人一种的一个本分。那么今仔日呢，讲师呢，甲咱自卑开始的引力实修。那么呢，引力实修的话啊，也就是讲咱爱以理不以言啊。拉近。
一个啊哦他进啊，可以。那么呢，依理不依理，因为咱天骹下骹一理之义是一条。那么呢，为什么咱来原理是修？当然咱伫咧修行的时阵，无定着，咱有去当着前辈者。哦，伫修行的当中呢，可能就是讲伫伊的言的过失，甲行的过失，但是这种不足以来影响着咱修道人的心啊。因为确实是讲，佛法伫咧讲唔对话，做唔对代志，并无代表了着道唔好。哦，并不是道唔好，是因为佛法个人家己唔好，所以佛法嘅唔好，未来一定爱遭受了着上天的甲佛法的做一种的这个啥呢？哦，做一种的轻省。但毋过呢，咱当修炼，毋通因为讲佛法的唔对，咱唔修炼。佛法的对了，咱若如果要对佛法对了，那佛法就无关。所以咱修道人呢，咱一定爱认理实修，吼，认这个。
这就是钙在心，这叫做钙心。那么咱有进步，咱各位前两年都有进步，有嘛吼？安尼有提升有进步啊。那么安尼呢就是现理。那么再来讲吼，心心不离分泌，伊咱钙心了后，心心不，那么呢，他我讲讲的都是比较咱较温秘的所在。这袂对吼。温秘就是看较袂对，爱是讲迄个乌较少，哦，爱是讲伊大。伫要咱看到的所在，咱容易会去犯；爱是讲较少的所在，咱容易会去犯的。因为即摆咱咱了无法度心心不离分泌嘛，较少的话，迄袂要紧，迄也无咱看到，哦，迄也无咱听到，哦，爱甚至讲点点滴滴。这物件呢，咱无法度真正去心心不离分泌，也无法度去引申到咱的心内，只有钙在心，钙在心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心之内达到这个点。那么呢，咱若心心不离分泌，就是讲我的心无为起心动念，甚至伫悲伤独处的所在，咱都会当去钙心强固。如人青烟，如人青烟，钙物件，伫咱的心内底，哦，伫这个分泌内底来产生构建的话，伊是呢，咱就法度提升到了这个性命。所以修学道咧，这就来面的咱家己，除了感恩，也是要该感恩，因为无人事不能历练，咱永远袂当了解到咱。大伫修炼的当中，已经达到什么赞处？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无论当着逆境也好，当着顺境也好，咱唯有伫当下爱安顿心心。咱一定要安顿伫这个心心。哦，先把咱的心情安顿好了啦。我要讲一句话，我要做这个代志，是毋是？特懂，若无就万家讲，万家做，咱来三思而后行。你去做这个运动。我会乱吹听。毋通做了在三十岁。安尼话咧，若讲一心就以前还有多少分钟可以？所以讲咧，伫咱伫修炼的当中咧，就是讲咱无论在顺境的当中，顺境嘛是爱哦。因为老师在讲，伫顺境中，毋知老早偌济的成仙不同法。所以讲咧，伫修炼时阵伫哦，顺境的当中，咱是安顿。那么呢，咱的心、咱的头一定要愈起。而且红色的。咱顺境的当中，咱的头愈压愈悬，感觉家己出了气。安尼话，咱嘛是伫顺境中来老早了咱佛菩萨的精神。那么呢，伫逆境的当中，咱一定要爱去安顿，心康其心。因为研究道理、听道理，无非就是要降伏其心呐。他们都是你们画最高的榜第一。哦，降伏其心。如果咱会当真正无私，哦，会当真正来安顿咱的心心，先把这个本来这种明明的地位甲破掉，卖硬讲伫这个啥呢？伫顺境的当中，来维持了一咱明明的这个心性。那安尼咱所做出来、所讲出来，有可能拢是这种的伤害。所以讲呢，伫修炼当中呢，咱一定要做到体验心面。哦，那么呢，伫钙在心的当中，必定要钙到伫心里。真正修的是钙心，唔是钙心啊。哦，那么钙心已经是一种的境界，咱会当钙心所伊的境界呢，境界更较悬，就一定会当升到圣人的境界。所以讲呢，伫修道，咱一定哦，惊艰苦，惊啰嗦，唔惊麻烦，嘛唔惊咱再来做。这是我亲身的。有当时啊咧，伫班中当中咧，哦，有当时啊，拢认讲啊，讲师咱就咧讲法，其实讲师是无认，是针对了大家有可能去当前的问题提出来咧讲。
所以讲咧，咱若是讲讲书拢是咧讲话的话呢，咱会卖出来。咱就是刀片现实，无面对现实的话呢，那安尼咱会上来啊。哦，那么修课咱道理，为什么呢？叶培师各位前辈者呢，一直就是要希望咱会当参与伫这个道理，研究道理，无非就是要用真理来学医生。哦，那么面对现实，哦，伫讲书所讲的，哦，前辈者所讲的，无非就是要互咱内在一切无好的慢慢来清除。但是咱了解着了，一定爱想办法，哦，去甲伊面除掉。啊，若一直延续落去，是搁接下来来世为轮回经济体嘛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伫咱修行学道来讲呢，咱一定爱了解着伊的宗旨甲意义。哦，要安怎伫即个言行当中呢，爱会当真正谨慎。哦，咱毋通啊，即个不舍，咱毋通走。哦，咱嘛，等于这个代志了，就心慌意乱，那么所做出来的代志，拢都是后悔的代志。那安尼呢，可能就失败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当着逆境，咱愈爱安顿家己的心，哦，深入细心静下来去讲。哦，那么伫修的当中呢，咱一定爱谨言慎行，唔通讲呢，哦，无去甲注意，那么变成会去遭受了这个伤害的话。那么很多讲书讲的完全当的不得精神，那么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书馆用台啦，那么袂当无注意。哦，那么呢，讲在这个天时紧急的时阵，也就是讲啊，这个末节的时候，咱呢会当收来赶紧收，会当做爱赶紧做，会当办爱赶紧办。哦，那么呢，伫这厝呢，咱伫8月。有一个清口班，其实呢，咱有这个因缘了后，咱一定来背。因为讲书伫后壁这样来讲，哦，好结缘者，请结缘国大经验、意大利人。咱有这个因缘，咱一定来背。因为后壁咱要安怎，唔知影嘛。因为哦，咱这个无常随时伫咱的身边，咱所考虑到的，咱是考虑伫眼前，无考虑到咱未来生死性格。所以讲呢，有了解这个真好的因缘呢，咱一定来发达。哦，因为咱每次在起来，究竟就有伊不同凡响的这个见证，还有这个属性。所以讲呢，哦，咱应该爱好好来珍惜啦。啊，若咱时间，能够岁月不饶人嘛，机会时间去找，哦，唔是上天予咱的。咱若无把握这个机会，无把握这个当下，搁后悔的时阵。可能会伤慢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如果咱是哦有这个真好的因缘，咱来看一遍，搁考虑呢是加考虑的，哦，是互咱加负担的利益。所以讲呢，咱伫修学道，咱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哦，这是伫遮，我奖励了就是讲师慈悲，甲咱做一种的开示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家己记起了后，那会当照着这个步。好好的来修持，相信咱要达到根本团圆的是一件最简单的代志。啊，今日呢，咱是歌词，这个老师的主文，那么标题来马哈是歌词，哦，那么也主题是老师是歌词，哦，这个我山西人北马泉有缘的原理。哦，那么呢，一切就加放松，倒转点下面。翻开眼，不识时务，有缘金币在风边。只有花月了解我，愿见众迷痴。为众生唔惊艰苦，众生爱分明。哦，一山又一山，一岭过一岭，总是为道为心性。哦，那么呢，这个老师呢，自卑大意这个主文哦，那么呢，会使讲。咱这个老师新搭了的这个普渡的这个单元，所以讲呢，倒转就是倒转去普渡嘛。像咱这7月共款，哦，咱7月7月份的时阵，有当时出去，伊对一样来普渡，伊也来普渡，伊也来普渡，因为去当着了这个普渡。那么咱的天道嘛是共款，哦，天道嘛是共款，咱倒转就是讲兄弟姊妹的求道，哦，那么有说了这个法会，为什么呢？
亲像咱今仔日这个省讲师呢，叫咱医疗公司就是去大陆开的嘛。那么听讲是3人等的，那安尼伊当倒伫咧坡度之嘛。咱7月前坡度好遐，但是伫咱122,960三层大概坡度是坡度所谓遐。所以嘛，无受了这个艰苦，无受了着点点滴滴的困难，那么呢，对着点文书呢，倒数伫去大环境啊。所以呢，这嘛是一个普渡仪啦，这就是老师甲你讲的，东西南北免找有缘的原因。那么咱倒呢，到即马呢是倒水搁关掉，倒转去，因为呢，咱中国大陆呢，总有10几亿的人口。那么当时倒来到咱大陆，即马搁回归倒转去，应该嘛是真实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去了解，这是应下了这个因缘。那么一切是唔敢放松，那么呢，当然啦，老师呢，咱来甲修。咱讲天龙不老有主，西方不老有菩萨啦，专门倒中下世，就是要启发。所以讲呢，咱伫这个7月份到8月份有开的仙父班，咱来甲修。老师为虾米甲所谓仙父呢？为虾米无法度伫这个天堂来享受天伦之乐？因为应下了伫这个普渡期。都唔敢放松啊，唔敢放松。那么咱大家嘛想啥啊？咱爱了家己的愿，咱来搭帮助的，赶紧救人护人，甚至会当来成就了着家己，咱嘛袂使放松。所以讲老师倒一点原因啊，那么凡害咱不识时务啊，当然呢，那依着咱世俗的地位，这个地性要去了解的是有困难。这是世俗的一种的地位。咱的话，我讲了解天时应运，就是应运这个时阵啊，所以讲呢，有缘并袂在风景。咱讲有求道，哪有求道？那么有道理，有咧听道理，嘛哪有咧听道理？无动于衷，听人咧听，有听没有道，有听没有道。这个拢总是因为咱定立在这个风景，咱来甲修。大家100岁以后，拢讲要转西方，这是共同一个目标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讲等到死的时阵咱转西方呢？为什么伫在世的时阵，大道降世的时阵，为什么咱无爱伫即马着西人找西方，行一条西方？咱今后咧行，有咧做，有咧献身，有咧助人，有咧救人，有咧成就家己的话，伊是时间到，自然就成就。咱真有咧修嘛，修到咱的延伸演变的时阵，咱就自然自然的归天堂转去啊。唔免着搁咧办告别式的时阵，搁互这个师傅，道师这个师傅来甲咱转西方。其实道场所办的仪式，只不过是一个护事而已，唔是要互咱升格的关键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先治伊类，重治伊类嘛。转去了后是，这个肉体，咱嘛是爱真正庄严的进行之下，来甲伊做一种的归属，并唔是讲伫遮有请来念经，就当转西方的，嘛安尼不能要出现。咱各位前面来讲，咱咧修敢袂足困难，咧修嘛足困难的，要做好代志嘛会，嘛会感觉互人讲足济话。那么咱为虾米要修呢？因为咱就是要成就，所以讲要倒转去的时，咱一定爱先付出嘛。咱无付出，要咱去成就咧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会当去了解，究竟世间无偌难的。你讲咱这个无端的身体咧，转去，互我记忆火撞着，甲看记忆的身，看了一张相片，一个困岛，这个查某囡仔呢，头10通病，伊是安怎死的？无故死的，那么呢？为什么甲看10几岁咧？我想伊啊，本来咱大家拢有去了解的啦。当遐生出来不及长大，伊就跟伊。那么呢，因为刚过去咱有明仔载嘛，其实歹讲。咱伫当下无去做，无去行功，无去了解，咱在等下的时阵呢，是要安怎？所以讲呢，这早的在，拢总是咧甲咱提醒。
你甲咱警惕，咱伫当下一定爱付出，一定爱打帮助的，爱成功了解，咱毋通去人假为真，究竟是外在一切，目睭看是啥物拢无啦。去讲伤济嘛无路用。所以伫当下唯有修行这条路，那是咱人生的大目标。咱要安怎甲修好势，要安怎健康平平，这物件咱若掌握袂了，外在一切拢总是依据。那么定是要智慧嘛，袂要紧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智慧。因为咱大家智慧，咱的道理拢听足济啊嘛。那么要咱这道理来体会家己，放讲听的无会，听的无会。安尼我哋当地的环境，咱去克服啊。咱若去克服，咱就等明年，有明年无？知啦。所以处处压压，拢是咱要成就的关键。伫个关键，咱要用智慧啊。若有咱会用有条的，用拖条的，咱英文就变哦。只有飞文，那么咧条架花啦，那么咧老师所谓先锋咧，伊拢倒转伫咧飞文嘛，那么注重了伫即个道理来加调架，调架伫即个歌词，亲像即首歌就是调架来妈妈是歌词，主要是要完成种个词啊，为种先唔加艰苦，种先变分别，爱分别。一声一山一山，一岭过一岭，那么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像电门私营，为什么爱去看？像咱爱上有这个泰国，为什么电门私啊真贵只啊？因为什么呢？爱坐飞机到家乡外地来报道呢？那么呢，我了为咱老师嘛，那么为了去来完成这种的事，所以讲呢，更较艰苦，但为众生得利好，不为地有安乐，这种的德性，那么就是由着咱老师的传承导师，咱的电话师前辈者呢，伊一直承修，那么咱大家嘛相像啦，爱效法了解这种的德性，咱倒有法度通承修。多工师讲啊，咱无真正历练出的德性，咱要安怎把它拜？当然咱毋是为着奉拜，毋过呢，咱要安怎成就德性来倒转去，因为咱一定会培养这个德性，为种说毋惊艰苦啦，当然呢，办这个道具啊，会使讲千得则万得则，有当时要处理一件代志，用足一心。但是佫未得到人的体谅嘛有啦，但不呢，这种是了紧，这是成就的阶梯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阶梯，成就了要历练咱的心境，菩提心智嘛，所以讲点点滴滴，希望咱呢，拢总爱家己了解，爱家己体会，那么重视为道，为心情啦，这也就是咱老师伊的付出，为后也就是为着咱所有。兄弟姊妹所付出的心情，只要兄弟姊妹有成就，老师伊的辛苦，那么伊就伊就啥呢？伊就感觉嘛真安慰啦。当然在因人知我是这讲，做人功夫有何爽？只是在人前卖笑，暗中心难过。有影啦？有当时呢，老师在当时这讲老师，咱拢讲伊是。消这边，但是伊是人孝心无孝，伊要做啥物代志，内底足清楚，伊的心足有这个禅定，伊要做啥物，伊嘛知影，是伫外表，只有是安尼，死在因前卖笑嘛，互人感觉讲伊安尼空颠颠，其实呢伊心无孝，为了就是会当真正的刻发了对个。所以呢，暗中心难过，有当时咱做人爸母的人，嘛会有所了解这种的影响，烦恼着这个囝，但是囝呢，我唔知咱爸母，咱讲听伊话，老实讲，咱爸母看咧足欢喜，但是为了着咱唔知费偌济心情，当然咧，咱做囝的嘛唔知，甚至咱共款啊，老师这种对咱这种暗中心难过，咱无去体会着。就讲老师安尼咱足快乐的，毋过呢，咱来甲看先入班来讲起呢，老师来总是拢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暗中心难过。
因为求道的正济人，但是修道的是有限啊。但是修道的当中，袂当完全的去正唔济，各位老师呢心足难过哦。那么轮到咱至今未回啦吼，那么咱流落到凡间做人到今仔日呢，还袂来登复慢慢倒顶去吼，前是倒落心憔悴哦，当然老母娘伊足盼望伊的这个婚姻破成，哥哥呢拢爱倒转去回归，但夫呢一直盼望的代志，无法度来实践，所以老母娘呢虽然是在这个夫妻里天。嘛是真烦恼着大家啦，所以讲呢，咱为了着家己的生死，医生呢，咱嘛是爱吼，啥物呢？爱真正有所认识，有所付出，有所牺牲，有所修持，安尼的慢慢，咱会当成就吼。那么呢，财仙派分将分配啦，吼，启发上派的啦，吼，当然咱来甲看，吼，所谓性的身份呢。来回分，那么为了要启发咱，虽然这届呢这个三太子来，伊嘛是讲真侪人拢要来看仙佛的，咱是要看仙佛，还是要受仙佛甲咱启发？应该是要受仙佛的启发。那么呢，仙佛甲咱启发，咱来甲受。圣贤仙佛伊会较适合咱拜，也是证明伊所讲的是金色良言。哦，那么伊讲的金色良言，咱应该依照伊的话来做为咱修行学道一种上简好的做用的，一种的鼓励，一种的传统的。哦，唔通有天没有到，今年这阿今年甲8无去。哦，那么你多拍到我爱安怎？那么经过3个了，就3边做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有可能是咱的变化。哦，一心来当太多年，了解体会这啦。哦，那么这一切所谓圣贤仙佛的规范，不要去体会咱。那么就来了解较济，哦，体会较济，那么咱最终就是要做较济。哦，你有体会有了解，但是你做袂出来，为什么做袂出来？因为咱是哦，想这，若要想袂了，要讨论也讨论袂了。哦，我呢，迄个也很细汉的时阵啊，哦，伊拢坐摩托车还是咧行的时阵咧，若做咧吹电风，伊手呢拢会去电风那摸咧摸咧，阮爸爸就想讲，这到遮嘛危险啊，等下镜头村的叫教人，要安怎？哦，即摆迄阵都有咧出迄种啊，摸咧电风摸咧就停去嘛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即摆就去换一台电风转来，摸咧就停去，这囡仔安全的啦，对不对？人家镜头就卡。但是夫呢，伊无久呢，你等下摸就停，伊搁感觉是定安尼摸安尼就对啦。伊叫阮爸妈咧烦恼，即台电脑就叫摸歹就对啦。因为摸了就停，伊爱甲放就等，哦，安尼就开关的是，安那安尼较烦恼的了。但是是烦恼，我去电脑镜头用出来教，我想讲上一步应该特殊啦，应该无问题啊。哦，毋知讲买咧的时阵，伊摸咧停咧。等一下，搁放落去的时阵，搁咧等，伊感觉就心急啊，定下甲补咧无停，搁放起来。阮爸爸嘛搁烦恼咧，这台电脑就叫风派，哦，定下开关嘛，所以人咧烦恼咧，是烦恼袂了，所以毋通甲想伤济啊，想济吼，要进步就困难，开展就困难吼。身心来表达吼，街头甲行为，救着兄弟甲姊妹。当然咧，咱的身心来表达，哦，圣贤仙佛对咱这种的希望，对咱这种的希望，希望咱各自去结善缘，大人救人，哦，那么会当真正的来求道、修道、学道，未来会当成道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方面嘛不便搁甲咱耽误啦吼。那么现在咱来请老菩萨嘛吼，老菩萨呢来准备甲咱献唱一首《妈妈是歌星》，那么。对啊，吹姐哦，舅姐。那么咱来甲看，咱这老菩萨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虔诚。上啊！哦，你看不到呢。我像这个咧背景咧，主科官就赞叹，我爱背到够实啊，佮音教到够准啊，这就是平常时的用心甲付出。
哦，伊在边边这首歌是共背起来，从少年的吼，拢靠这本迄个歌谱啊，摕来就是唱的，所以差偌济，伊咧成就未来应该会较好啦。哦，因为咱有依赖性嘛，那就好啊。那么希望讲咱在座各位青年代表，若无参加参亲班的，咱未来爱赶紧参加哦。你唱歌啊？好啊，你就好啊啦。了啦，贵，在家里有知影。哦，伊个伊个，如果137，伊个迄个，对面，哦，跟清楚。所以这是一首歌吼，有小小感叹，这是种的气氛。老师的一笔啊，从了这个一笔呢，寄在这个歌词的顶端，那么咱买当时间的来家己献出这个老师的这个形象。
咱亲像咱。我笑。希望讲这会当真正来打动了着咱对道迄种的虔诚。那当然，先佛的慈悲，咱了解体会了后，咱应该爱家己坚持在心啦，那么自从咱初发之心，会当持续不断的有咱的毅力、勇气、甲恒心，继续的来家己坚持，来家己坚持。这个班里无偌久，就跳入进去。安尼无了着天路世界。那么咱放弃了这个幸福了解的机会，那么